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咱伫这个生命的牛的单元，咱要继续对主耶稣教导咱的祈祷，咱个来做伙学习。今仔日咱要来讲第9段，咱先来读圣经。马太福音第6章9节到13节。马太福音第6章9节到13节。所以恁祈祷爱安尼讲：咱在天灵的爸，愿人都尊你的名做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伫地灵，亲像行伫天灵。阮日用的饮食，今仔日赐予阮，免了阮的罪，亲像阮免了人的罪，无互阮拄着试探，救阮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拢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咱今仔日要来做伙来学习第9句，也就是主耶稣教导咱的祈祷，讲救咱脱离凶恶。凶恶的事无人爱拄着，咱拄着歹人，咱真惊，因为拄着歹人，咱有可能会有一寡呢生命的问题，甚至有一寡危险的事。咱讲歹人就是斗殴，就是闹事，歹人就是专门要骗人、做贼、做强盗，所以咱真无爱拄着这个歹人。咱无爱拄着歹事，因为歹事一到，心肝会压杂，人就艰苦，就袂快活。歹事对咱来讲，会影响咱的这个食欲，嘛影响咱心肝。所以一个人若袂快乐，或者伊就拄着一寡歹事，拢无顺利，拢无平安，当然就无喜乐。歹事嘛，只着咱无愿意拄着，对咱无好，带来忧伤的事。比如讲，咱的亲人破病了，这就歹事。比如讲，一项代志咱想要努力去甲执行，但却袂当顺利来完成，这就是歹事。所以歹人、歹事，咱拢真无爱拄着。咱嘛真无爱拄着歹路，因为歹路会阻碍咱的前进的既定的方向。歹路互咱安尼车，也是讲行路的时袂通顺利。所以歹路有可能嘛会因为伫路面拄着这个无好的时阵来绊倒受伤。所以伫咱人生的过程中间，咱有可能会拄着歹人，有可能会拄着恶事，有可能会拄着歹路。当拄着歹人的时阵，咱毋知要安怎去面对，因为有的人心性就足凶恶，就是咱无公义，咱无得罪人，有专门迄落欺负、压迫，甚至那亲像看咱软弱，就要甲咱硬过，要恐吓，互咱的性命、财产拢拄着亏损。当歹事临到的时阵，心肝就袂快乐。所以主耶稣教训咱的祈祷讲：救阮脱离凶恶。我想这足要紧的，因为伫咱的生活中间，真正无丢无离，就去拄着这个代志。有一摆开车的时阵，拄着这路面拄人咧做路，乌一坑吼，这个大路乌一坑，结果无踩迄个危险的标志。迄路开车对遐过的时阵，弄一个吼，足大个，嘛感觉讲车怎拢袂顺。倒停在边的时阵，原来是有一个大暗坑吼，这是咧修路的时阵无踩这个警告标志，所以车去到着这个歹路，引擎全歪去吼，甚至车的电脑就来故障，煞袂驶进吼，煞袂振动，就影响咱要到目的地的时间。我想以赛亚书26章第3节内底甲咱讲一个坚心倚靠神的人，神得较保守伊10分的平安，并且因为来倚靠神，神就要互咱有一个永久、永远的絆脚，通来倚靠。所以咱心肝若有欠缺，也是讲咱因为病痛带来足大的无奈，伫心灵内底
夭娥伫心灵中间拄着黑暗的事，咱拢会求天父真神救咱脱离凶恶。坐飞机，你敢知一定会发生代志？开车，你敢知一定发生车祸？甚至着用行的，你敢知着无人来甲你帮着？若讲这个后斗壳无生目睭，咱无法度来四周围拢来安尼环视来看到咱家己，咱敢若有法度回头看。但是若开车的时阵，行路的时阵，咱免咱回头看呢？所以就是讲，迄个未明白的，咱看袂到的，迄个还未到的代志，主耶稣基督讲，咱来切祈祷，求主耶稣救咱脱离凶恶。有时阵伫路恁拄着一寡呢交通事故，两个事故的这个车主2、3句话尔，就起骹动手，甚至就安尼大细的拍流血甚至看到真恐怖。无偌久，嘛有一个新闻咧报，有一个太太开车载一个囡仔，去甲另外一台车来相碰，结果这个囡仔送到病院的时阵，煞来死去。讲起来就冤惜这是一个无甲2岁的红婴。这个当时对方嘛因为变骨断去，受重伤，带入病院。囡仔的老爸就一时足生气的，伊就找一寡人去甲病院，甲发生事故的对方，无看到讲伊要重伤，伫病床，就用轮椅甲塞出来，因为讲要去甲因囝的神主牌头前，爱甲磕头，爱甲拜拜，甚至搁伫这个太平间的时阵，起骹动手，就来拍这个肇事的人，因为安尼伤过伤痕伤重甚至头壳内底拢有伤，搁甲用推车塞转来病房的时阵，这个人嘛过去嘛离世，所以再来发生一寡安尼无必要的刑事案件。原来是真平顺伫路上开车，这来自无同款的2个家庭，但是车相碰，应用拢会，或者失去注意，或者超速，或者有一寡咱能力无法度看到的所在，发生这个不幸，大家拢真艰苦。但是咱也看到讲，这个代志发展到尾的结果，煞2个家庭因为安尼，就来面对破碎，死的已经死去了，未死的人因为伤害爱互判刑，所以救咱脱离凶恶，咱定定祈祷，求主耶稣救咱脱离凶恶。或者你伫暗时咧开车，或者你伫日时咧开车、工作、读册，咱拢爱求主耶稣来带领咱，互咱免去凶恶的试探，互咱免去这个歹事、歹人，甲拄着歹代志。所以咱定定要用心来祈祷，求天父真神，借着伊甲咱教导的祈祷，咱来求主耶稣，互咱莫拄着试探，救咱会通脱离凶恶。莫拄着试探是消极的，救咱脱离凶恶是积极的。咱的神是保庇咱平安的神，会通互咱真正来倚靠的神。所以嘛，咱所有听众朋友，你伫空中听到喜乐，咧分享这段圣经，咱嘛同款会当来思想，咱无爱拄着的代志，毋是咱讲无爱就无爱，但当咱拄着的时阵，求主耶稣，互咱会当脱离迄个苦楚，赶紧对迄个患难困难中间来行出来，免互咱落伫试探，免互咱伫凶恶中间，互咱的心肝艰苦，甚至看袂到头前，安尼就郁卒咯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感谢收听咱这个生命的牛单元，喜乐伫遮给咱做伙分享，求天父真神耶稣基督救咱脱离凶恶。